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0月2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闻开始来关心今仔日咱国内无新增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有6个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也若11月初2至11月15，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赶快维持2级警戒，出外出赶快爱挂喙罨。也毋过有一寡公共场所会使放零假期的规定。另外，针对预防车注射率的部分，咱国内即阵预防车已经做头一档的，已经达到7成，若2档都已经做好势，嘛已经有3成。来听下晡2点，疫情指挥中心详细的说明。仍然在本土的病例维持没有哈，那境外移入有6例，那死亡的个案也没有。本国籍航空公司的外籍的机组人员，那他在居家检疫第5天被验出来，那应该在7月多的时候有打过2剂 BNT 的疫苗所以我们在11月2号起到11月5号仍然是维持2级的警戒就是说我们还是外出戴口罩，不管是唱歌室内外的运动、温泉、水域的活动等场合，符合条件者得免戴口罩。台铁、高铁的车厢、公路客运、游览车、国内航班船舶、电影院、KTV、NTV、网咖等场所场域，要饮食的时候可以把口罩脱下来。那从11月2号开始。如果没有提供陪侍服务的，而且符合底下的这些防疫规范的是可以开放营业的。那另外有陪侍服务的，经济部这边也跟指挥中心也在研议规划，从11月16号开始，如果符合以上的防疫规范的，也可以有条件的一个开放。虽然咱的关心进前，才传出有航空公司的外国机师伫厝内找公司，即马中央航空佫传出有一个外国机师去画着。技术工会是表示讲，根据了解，这个外国机师捌伫检疫期间，互公司派任务去驶飞行机。工会要求检疫期间公司袂使派任务。若即阵机师毋是检疫，就是上班，所以伊嘛要求爱互机师有休喘的时间。有一名中型的外籍技师被长途机抓了，返来台湾居家检疫，因为已经做过2期车，资本第5天 PCR 若是阴性，会使出关自主健康管理，但算是检出确诊。技术工会已经接获到这个突破性感染的个案，因为在检疫期间捌出勤派飞，所以嘛会鼓励这名的工作接触者。这5天。你说他被关在这个检疫旅馆，你不能出门，可是你却能派飞，或许你这种做法可以阻止这个危险的因子传播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可是你并没有办法阻挡在机组人员之间，甚至是跟我们机场或者是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互相传播。迄技师认为，目前货运机抓利润较悬，技师不时来往美国真无用的机场，空中敌欠的压力真大，面对染病风险，线头互人关起来检疫，压力无路通透。建议政府会当考虑设专门的检疫园区，让机组员在有限的范围内过正常的生活。嘛，因为最近才拄发生有技师找公司案件，机组员心理健康的问题，搁再引起讨论。卫福部嘛答应协调民航局来检讨。如果真的是因为有这个长期工作的问题存在的话呢，那么我想这个交通部民航局会在跟航空公司进行了解之后，如有必要来调整这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轮班或者是直飞的情形。在连续派飞，增加了我们在染疫的可能性，还有在做疫调的时候，其实因为你连续派飞，飞过了很多不同的国家跟机场，那么在做疫调，你很难去判断到底这个可能问题的根源是在哪一个地方染疫的。面对机组员找公司甲确诊的案件，桃园市技术工会下昼发起唔飘大行动。技术工会认为，机组员的身心健康是非常问题，要求居家检疫期间莫派飞，有一个休喘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第12期预防车第2阶段，今日开始注射。这项更是规模上大、上界复杂的一期。台北的花圃注射站会当做 AG， 也会当做 BNT， 一天上侪会当做13000人。早起开始注射不假顺时。另外，今日透早嘛，有 BNT 的预防车送到咱台湾，这届有90多万人。
第9批 BNT 疫苗来啊，由鸿海英灵、台积电、资济等企业民间机构共同采购完成的 BNT 疫苗，拜四2月透早6点半由华航运到桃园机场。这批疫苗拢总有92万剂，累计 BNT 已经陆续交回592万外剂。等待风险检验了后，提供给民众注射。施打疫苗的民众 ，A 粒请往左边走 ，BNT 往右。第12期第2阶段注疫苗，也是史上规模上大的注射方案。为2月拜四开始做，台北市花博公园注射站注射量全开，而且佫采取入口分流，会当同时注 AZ 甲 BNT 疫苗，但你上大的注射量会当达到1.3万外剂。周遭的同事都没打到，对啊，就刚好这次有 BNT 就赶快来打一打，这样子才会对自己比较有保障，对啊，而且就是如果疫苗率提升，那个重症打疫苗重症也不太会有重症嘛。国内疫苗第1期的注射率有希望突破7成，第2期达到3成，也毋过10月全球防疫论上排行榜，台湾却为原本的42名降到第47名。尤其台湾伫航班载客能力、甲注疫苗旅客自由度表现较差，有专家认为边境爱开放，中者第2期疫苗注射率爱达到9成，才较安全。60岁以上这群人是得了会去住院、会死亡的人啊。如果60岁以上的人都打到9成，那其他族群即使打2-3成，那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最近国内疫情相对稳定，民众注疫苗意愿低。台北市府表示，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考虑伫学校大礼堂还是社区活动中心开设注射站，增加注射的便利性。少年族群甲上班族则考虑伫集运出口增设注射站。记者综合报道。咱总统蔡英文接受 CNN 访问的时，是头摆正式讲，美军有伫咱台湾协助咱训练，嘛讲若是中国拍台湾，伊相信美国会出手斗3工。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伫立法院是进一步解说讲，美军是来协助咱训练，毋过并无部队进驻。台海情势紧张，总统蔡英文接受外国媒体 CNN 的专访，头一摆证实美军驻台协军，搁较讲到中国若要攻打台湾，蔡总统相信美国会出手斗3工，引起讨论。对此，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日前要求国防部、外交部陆委会说明美军驻台含义，甲敢是造成中国攻台条件。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否认美军部队进驻台湾。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啊，3位首长，你们不能说你们不知道、不清楚。总统讲的这句话你们不清楚。驻是驻扎的驻嘛，但我们就一般来讲，如果部队整个进驻的话，跟这人员的驻扎，现在有没有整个部队进驻？到目前整体评估，目前台海情势为持续急剧升高。针对两华情势，邱国正检判短期内较无法度看到病症，陆委会评估台海情势目前并无急速升悬。另外，华府智库并推了后提出报告，指出中共若讲打算要夺出东沙岛，美国应对手段有限。也毋过，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伫推特讲，美国情报阵离合伫东沙海峡罕见进行测绘，也互立委关心，共军敢是毋免用一个兵力就会当摕到东沙岛？中共如果意图不费一枪一弹、不战而屈人之兵，你觉得可不可能？不费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这是每个国家攻击前他的期望。但我跟委员报告，国防部长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美国建议国军采取独甲仔战略，互中国侵犯东沙岛之初，就食到军事甲政治上的痛苦。国国就表示会继续强化战略。另外，国军和外国媒体报道，拢伫咧摒扫割草，国国就补贴，强调国军90%以上拢是志愿役，役期至少4年以上，甲以往比只有进步无退步。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咱外交部长吴钊燮人伫捷克访问，昨伊是接受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泽办国际贵宾种种会议。吴钊燮嘛发表演说，强调现此时全世界嘅民主体制受威胁，民主国家爱团结，互相扶持。
伊嘛强调，两岸关系较紧张，中国军机直头飞来咱台湾扰乱，咱台湾会增加自我防卫能力，毋望国际上替咱台湾发声。伫咧半点钟的会谈了，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代表捷克颁发一块文职奖章予外交部长吴钊燮，表扬其对促进台湾甲捷克关系努力。吴钊燮希望台湾甲捷克友好的关系会当是欧洲甲其他国家的典范，又讲全世界民主体制受到威胁。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democracy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has been threatened, we need to work with and support each other. United, we stand, and divided, we fall. And it is as simple as that. 吴钊燮强调，两岸关系紧张，中国军机悄悄了台，咱国除了自我防卫以外，国际盟友也全力支持替咱出声。中国外交部在这边重申激励中国，讲是捷克少数人的操作。中方对捷克议会参议院和有关人员的恶意挑衅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捷方提出严正交涉，将作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联合国通过第2500号决议满50周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发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伊讲拜读台湾有损联合国甲相关组织的工作。美国鼓励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布林肯也伫咧推特强调，台湾是美国重要的伙伴，也是民主成功的故事。台湾应该有意义的参加联合国体系，尤其当咱面对着空前的全世界挑战时阵。对此，总统蔡英文推文表示感谢，不过也引起中国的不满。各大班也批评吴钊燮这边访问欧洲，希望所有国家爱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吴钊燮希望全世界合作对抗威权，也对台海议题做回应。The threat is there, and the threat is getting worse. But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redict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war i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t depends on the leadership on both sides to be rational. 吴钊燮讲，台湾甲中国若是发生任何的冲突，若是对台湾、对中国，抑个对全世界来讲，拢是一场灾难。中国可能会用提悬甲台湾的紧张关系来转移中国国内对经济成长变慢、甲能源短缺的注意。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做伙关心基本工资伫明年要调悬5.21%，若军公告即摆嘛确定伫明年要调悬薪水。这是行政长苏贞昌伫今日宣布讲，对明年元旦开始，军公告薪水要调悬4%，这嘛是25年来调上侪一届。请立法院也能够早日通过，让这些军公教人员可以从明年1月1日起就享受提高、增加多一点的收入，而这个多一点是25年来最高的。过去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调薪了，过去25年最高的调薪也是3%，这次我们调整4%。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行政院是表示，咱国内疫情转好，经济成长率嘛表现较袂歹，嘛肯定军公告最近这2档协助防疫有影是真辛苦。政府嘛呼吁民间的企业同齐替员工加薪水，共同分享经济成果。军公告捌伫民国85年捌调悬过5%，了后若是有调悬，拢是3%。这届调悬4%，会当讲是这25年来调上侪一届。行政议会伫今仔日通过了后，就会送立法院审议，按算伫明年元旦要实施。来关心网青网红小玉透过电脑技术非法甲人的面换掉去卖影片，引起各界咧关心个人资料面部辨识这议题。台北市政府的法务局有开会讨论用科技监控的议题，专家是认为讲，公部门若是大规模收集个人资料，如果无细致，互歹徒提去伫犯罪集团的手头，安尼代志就大条啊！最近，网络名人小玉以 Deepfake 这个技术，非法换出名演员、艺人、网络名人，甚至是政治人物的面，放伫不实的影片内底，去互外界批评，也引起各界开始重视个人资料人面辨识这个议题。早起台北市政府法务局都要求各界代表分别来讨论公部门使用人面辨识这个科技监控技术。整个个资法它的架构其实都是希望尽可能用法律的精神去规制、去管控，
了解、确认公务机关到底怎么去使用民众的个资。所以他从事前的取得知情同意，事后可以让民众知道之后决定我要不要停止，要求公务机关停止使用我的个资。这个在个资法里面都有相关的规定。在台湾，我们可能就要想到的是我们户政的资料等等的这些相片，那是不是有提供给其他的机关去做一些民众本来不清楚的利用？那以及是不是有其他照片来源？民间团体表示，自从2006年，包括公司用的门禁考勤，拢开始出现人面辨识这个运用技术。就连中央的犯罪侦查到大学，甚至是台北市政府的就业服务处，拢有采工镜头痕也甲面型的辨识。也因为疫情关系，愈来愈侪单位将人面辨识甲量体温做伙，不过背后真正的用途，民众根本都无清楚。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以前，先把治安做到最好，再来想这些事。你本来的目的其实是想要诉追犯罪，可是呢，刑事警察局、调查局会更辛苦，叫做疲于奔命。为什么？因为你左边看起来消灭了一些预防犯罪，右边创造了所有诈骗的犯罪。治安专家认为，若做大规模收集个人资料，会物化人性，侵害到法律所予咱的人性尊严。而且科技进步的情况下，若做未来趋势是广泛使用面部辨识，风险会真悬。一旦落入骇客也是不法犯罪集团的手头，会影响到咱的性命、财产甲行为。政府各单位袂使无谨慎因应。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国际劳工组织公布上新的预测，讲今年全球的劳动工时，甲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比有减少4.3%。若是算起来，等于是减少1亿2500万的工作机会。国际劳工组织是表示，这是对较散的中低收入的国家，也佮有少年的女性影响上大。美国劳动力发展中心民众伫外口排甲落长，这拢是要来申请失业救济金。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的劳动时数已经救水真济。国际劳工组织27公布上届新的预测，今年全球的劳动时数和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甲比起起来，已经救水4.3%，比6月办配的3.5%搁较恶化。安尼甲算落来，差不多是损失1亿2500万的全职的工课。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国家，因染起来这个时数加真严重。That the slow rollout of vaccination progra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ur report gives you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vaccination in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that this slow rollout has been holding back recovery in the labour markets of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ntributing very significantly to this great divergence that is growing up between countries. 国际劳动组织讲，一直到这个月初，这个关所伫的国家，因来接种疫苗的人数比例是59%，要若是甲看这个低收入的国家，敢若有1%。这个数字嘛反映伫个萎缩的总工时顶悬。关所伫的国家伫个第三季的总工时，比疫情进前减少3%，要若是中低收入的国家，因是染起来有7%遐尼济。国际劳工组织也佫发现讲，少年人受到疫情影响就业的这个算长上介大。While unemployment has been gradually declining, inactivity has tended to stay stubbornly high. Women and young people, again, we show, have continued to b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employment losses.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这个低收入的国家，因去摕到疫苗的困难度，若是有通改善，安尼伫一季的时间内底，公司就会当恢复到进度，会当入到这个较富裕的经济体。不过，以目前的就业市场甲看起来，敢若是拍卡无通好。办配今年第4季的工时，敢若会当小可甲改善一丝啊。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各地方的桥定期拢会维护检测，不过有立委即马是发现讲，检测的报告那亲像是写假的，因为伫台南无共款的桥，无共款的时间，不过伫报告顶面却是共一张相片，连天啊、云啊拢生做共款。台南市的港务局是表示，这个案2019年就发现，委托做报告的厂商无老实，已经罚176万，当时就已经随处理啊。
位伫新华山那的小桥，虽然一天经过的车辆无济，不过每2天嘛是都爱维护一次。不过近期煞去互民代发现，维护了后的宾感上传资料煞造假，台南市就发现无共的桥、无共时间上传的相片煞拢共款。无征收，去用迄款好的，来无放过迄个通啦。连天上的云都长得一模一样，检测的劳务还没有委托发包。那照片已经贴好了，表示说这个根本就是完全对这个系统不只是轻忽了，甚至是严重的欺骗。去用抽插的3条桥梁，分别伫新化区甲西港区，当地民众感觉桥是阁算好，不过去用爆出上传的资料造假的消息。台南市监务局嘛出面说明，案件是伫2019年审计处稽查的时阵发现，监务局嘛早就针对厂商无按照作业定数办理部分的罚款176万。经过公务局查证后，发现厂商确有便宜行事，将所检测的部分资料上传相同的检测人员的头像的照片，或者是误传漂亮的照片的行为，本府已经从严处理，共扣罚了176万元。台南市的监务局是强调，今年台南市的桥梁检修维护已经完成，并无安全的疑虑。而针对未来的养护工程，监务局嘛会修正，包括交代工程的第三单位核对上传检测的相片，逐个月拢会抽查厂商完成的记录，落实检测工程的安全甲品质。以上新闻，报道。花莲的警方目前严格咧处理无要倒弯或占用道边车道的车辆，咧加强开罚单，嘛打算要利用科技来执法。即马车辆拢唔敢违规，所以道边的车道是空空，颠倒是边仔八座车道是塌架，嘛引起民怨。这是专门连接花莲市甲吉安乡上重要莲花道路中央路，伫瓦境厝这边伊的十字路口会当看到，大部分车辆拢停伫中线，因为若讲无要倒弯占用来车车道，就会互处理。因为不方便，对，基本上它不能够只单用说只有左转，直行应该也可以过。对啊。所以塞得更严重吗？塞更严重，对，没错。花莲县警局交通队表示，倒弯车道因为防占用而发生车祸，所以才会向中央争取5000万。规划兴建倒弯车道来解决塞车问题，不过建设还未完成进程就处理，敢是为争议。你已经获得中央的经费补助要改善了，那表示这个路口设计是不良，是有问题的，那就应该是要等到改善完成再来进行这个科技执法。经过协调，花莲县警局同意暂时先卖处理，等待倒弯车道完工了后，若果有车辆占用，就会开罚。如果是说工程完工之后，那如果民众经过这个左转专用车道直行的话，是有违反我们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8条1项7款的规则，那是处罚600元。目前中央路科技执法的设备，一个位伫中山路，一个伫建国路，交通队强调，倒弯车道无完工进程，虽然无主动处理，若接到投诉，也是发生车祸，交通队也是依法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国务院27日时宣布，因是发出史上头一本性别标记无指定性别，就是讲无写是查甫也是查某的护照。互外界认为这是性别平等平权重要的一大步。跨性别维权人士达纳奇姆换新护照，性别注记是 X。今年63岁，伊讲这是伊的人权，毋是一种议题。过去6年，伊伫联邦法院走撞，伊手头所写字的永不放弃，随时提醒家己爱坚持落去。This is my passport, which I got this morning. It's the first U.S. passport with the X marker, which is over here. It's kind of unbelievable that I got the first one. I worked a long time to get this one. 美国国务院27表示，全美国头一本性别注记是 X 的护照已经合法，就是男女以外第3种性别符号，意思是未指定。奇姆也证实，这本护照是伊的。伊出世的时阵生理性别无正常，互人当作是男性来饲养，也当过几届手术，毋过拢无法度互伊看起来，都亲像一个查甫人的款。奇姆捌以男性的身份伫海军做兵，伫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工作的时阵，发现家己是双性别，也因为护照的性别注记，互伊出国有问题。Many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seen themselves as leaders. LGBTIQ issues really have been leaders when it has come to same-sex marriage and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but they really haven't
been leaders on trans issues. So I'm hoping that this will be a challenge to them. 國務卿布林肯捌佇今年6月宣布，美國會是佇加拿大、德國、澳洲也甲印度等真濟國了後，號召性別主義有 X 嘅國家。這原來是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認可嘅性別主義之一。公司新聞黃雲玲編譯。鏡頭個等下咱國內在地上大條來關心新北市中和，有一個查甫人因為停車位的問題，甲社區的主委結冤仇，涉嫌去別人兜的水塔下鳥鼠藥啊，敢是去嘛翕到伊犯案規個過程。也毋過這個嫌犯講伊敢若手穿在做算爾，嘛即講伊囥的是肥料，毋過尾啊，也是互移送法辦，互檢方起訴。穿短褲的查甫人正熟手掛手籠，手提保特瓶來到樓尾頂的鐵厝，敢若親像早就穿好勢啊！伊來到這個樓尾頂的水塔，掃落去，甲保特瓶內底的物件，甲吸入去水塔內底。只是講這一幕拄好去互姓楊主委因看守看到，伊從我緊的通知因翁上樓來抓人。等於是長期在喝那個水，我們的水龍頭每個轉開都是綠色跟藍色的那種塑膠微粒的，還造成我公公還有我老公就是身體會發癢。主委家屬謠言講，對方毋是第一遍來下手，因為這半年來，因厝內水質攏常常出現各樣，攏會起落。原本是想講，這應該是水塔愛加甲洗幾遍啦。毋過佇個內底煞發現講有真濟即落垃圾物件，尾啊伊有去通報警方來甲搜證送檢驗，才發現講這個殘留物內底有鳥鼠藥的成分，尾啊自好甲水塔甲鎖起來，佮加裝監視器。這邊這個嫌疑犯是賊青該自敗，當場去互人裝起來。同性犯嫌對於這個社區公共設施的問題，所以對陽性被害人心生不滿，使裝有不明物體的保特瓶朝被害人家中所使用的水塔倒入。代志就發生伫個新北中和這大大樓，警方表示嫌疑員講，希望伫個家己厝的這個平面車位甲改做機械車位，毋過去互主委和管委會甲拒絕，才會安尼心生不滿，想講要來甲報復。伊閣甲檢方表示講，伊是咧做算爾。內底是甲囥肥料，無甲囥即款偷鳥鼠的鳥鼠藥啊。毋過檢方毋相信，嘛是共款甲照妨礙公眾飲水罪，甲伊起訴。記者綜合報道。再鏡頭來高雄城中城大火燒出舊大樓的問題。佇高雄愛河邊的仁愛和平商城，嘛是起超過40棟的樓厝，嘛是問題了了。閣有一寡有海沙厝的議論，居民經過，即馬攏真驚講厝會崩去。即馬249戶已經有超過8成想要家己辦途經，嘛毋望政府會當鬥相共。大片的天棚落伫塗骹，條的暗門塗嘛攏落落來，看到更緊。規個地下室看起來敢若廢棄啊共款。高雄愛河邊的仁愛和平商城是大約40棟，而且互認定內進都有問題，圍繞社區，大部分都老的徛戶是經濟弱勢，就驚喺厝第一天會崩落來。驚伊落去啊！電話綁架綁落。對啊，不能拖，因為拖下去哈，到底那個，因為現在我最怕的就是一般的那個天花板掉落的問題，因為已經發生好多了。里長表示，社區249戶內底已經有223戶願意自辦途經，超過法定的8成途經同意戶數。市府嘛伫4月介入輔導社區成立途經會，但里長甲居民看到結構歹了真嚴重的厝，加上社區部分有海沙污的疑慮，攏希望途經的進度會使得加緊。沒有辦法去一個完整的組織嘛，所以我們就是這個都更會的計劃，我們都要去幫他協助去做這樣的一個相應這種申請補助，啊，那整個的這個河濱商城的一個所有的都更，我們市政府會用最大的力度去做協助他們把這個都更做好。都發局表示，雖然社區都更意願真懸，但市府業9號會派人勘查厝的結構，若確認有危險無堪的使用，會啟動進行都更。強制執行加緊途經的進度，估計這個社區上緊明年會使開始途經的計劃，成為高雄圍繞社區途經的指標之一。記者陳環宇、柯正俊高雄報道。前景農場美術的表演，攏靠外國表演人員來定功夫來控制這個馬啊。有團員即馬是出來指控頭家真酷刑，定出儕袂使休困的規定，若是違規就愛罰錢，嘛愛扣薪水。驗個業者是駁回講，這攏是誤會，毋捌真正罰過。即馬南投的勞動處已經介入調查。
南投清境农场的马术表演真有名，外籍马术表演人员伫咧观众头前展现出操控马的技巧，但是即马有外籍马术表演人员出面指控。 管理马场的负责人以军事化的管理做出不合理的规定，刻薄外籍的马术表演人员。我不要再听到不表演了，或者是我要把所有的团员、所有的 boy 带回乌兹别克。如果听到的话，我就告他，也不准让我回去。马场经营是一对翁仔某向退伍会承担业务，外籍的马术表演人员控诉。 头家制定的这个规定，亲像工作的时阵受伤爱家己纳医药钱，受伤的期间无付薪水，迄一个月表现无好，后个月就禁止休假，无付加班费。休假的时阵袂当凊彩外出，若是出外就要付$500的押金，而且伫咧群组当中以真歹听的话来形容团员。I'm full down and then I'm asking I can or like this. Then what saying you looking? Then kick out me and then saying take police, kill me. 马场负责人表示，甲外国人沟通必须要真特别，所以才会定这个规定，只是希望外籍马术表演人员知影好歹啊尔。罚金或者是禁止休假等等的法则，拢毋捌实施过。南投县政府是强调，外籍马术表演人员来台工作适用劳基法，相关劳资的纠纷申诉案件已经受理，启动调查。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有接获这些外籍的人士他们的马术表演人员的投诉了那我们也已经受理当中那我们同仁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查核。清境农场表示，委外的厂商甲马术表演团员伫咧合约顶悬有纠纷，会集中协调，日后会督促厂商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即马若有违法会辅导改进。记者南投报道。 地方放送头继续更新民间团体有公布调查，讲咱台湾的东北海峡甲西南海峡塑胶粒仔的污染上严重。伫这两个海峡，规年冬天拢是定的塑胶粒仔较济，淹过热人的时，这两个海峡玻璃拢的幼粒仔就会变济，拢是互海水呛甲虎气的玻璃拢。网具店入去海峡内底，佮甲采样15分钟，佮做这款环境数值的记录。 乌条基金会人员伫咧2019年6月到2021年3月，伫台湾东北甲西南海峡，拢总有采取192罐的样品。结果发现，讲这两个海峡数据拢是以这款硬塑胶粒仔占上介悬的比例。每年的每个季节说起来几乎都是这样子。那显示呢，其实这些海洋上的塑胶为例，或者是这些废弃物，还是以生活废弃物为最大宗。那另外一个很吸引我们注意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数量那么多。 两个海峡同款伫咧热天有较侪这款塑胶粒仔，也若这款玻璃拢会占上侪。东北海峡更加明显，推测含台湾西南部沿海渔业含这个饲蚵仔产业的废弃物，因为海流流过来。也若渔业署最近咧推测的是用4000万来补助 EPP 这款渔具来代替，不过同款是有虎气的问题，无应该互这蚵农来排这款臭名。 检视了韩国的例子之后，其实会发现他们对于环境的这个耐受度的测验其实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在台湾来讲，其实着重的是化学材质，就是它如何组成这个辅具的材质。乌条讲，台南和嘉义已经有提出这款玻璃拢，伫咧明年也是讲后年退场的机制。海保署委托高管市来试办玻璃拢，搁再利用，嘛拢正值得肯定。 不过，拢无法度真正来解决这款环境问题。台湾会当比之韩国，互中央来统一制定养殖渔具的标准，并且来导入这款循环经济的思考，通互这款饲蚵仔产业会当来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更伫红门头这较了能源的产品，2026年出口去欧盟会封扣碳关税。若咱台湾上紧伫2023年，嘛开始扣碳费。 环保署认为讲一栋收100块已经是真贵啊，严格环保团体是认为环保署实在是伤济，因为对企业来讲，这拢是小钱算难产的。有调查就显示讲，要挖7成的大户，拢认为一栋收10块美金，代表300块，拢算合理。 极端气候严重，为着压制温室气体，欧盟拍算2026年正式扣定碳关税。按过出口商伫产地都支付过碳费，会当申请税额减免。所以台湾上紧2023年，就爱对企业扣定碳费。
不过环保署提出每一栋收100块这个想法，让绿色和平这个看轻咱的碳排大户对碳定价的接受度。有点跌破大家的眼镜，就是其实有将近七成啊，69.6% 的企业是认为说合理的碳费是大于等于$10的，就是甚至在$30的这个区段，有27.3% 的企业认为这个才是一个合理的碳的价格。绿色和平发放问卷，予上100间企业，其中33间愿意表明意愿，9成拢支持咱台湾政府家己先靠定，未来就唔免阁将钱交予境外，而且将近7成拢认为碳费定伫每栋10块美金以上才合理。说实话，如果以一顿$10来说，这个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太大的一个成本。你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道理。可你说，如果像原先定价那个100块台币的话，那个对企业来说就等于我缴个保护费而已。期待有这个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费率啊等等，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大家未来可以讨论的方向。环保署回应。碳定价这个费率，拢还阁爱讨论。企业也伫问卷当中表明，政府也无提供明确减碳的时间，这是目前工厂减碳上界大的阻碍。面对2050年净零排放，无论是环保团体还是企业，拢毋望会当量查规划。记者综合报道。那环保署会知影是去立法院针对空气污染进行专案报告。面对4大公投案，立委有人问讲，有人即摆认为核电会当减少空气污染，所以核电敢会使算是绿色能源？环保署长公开表示毋是。另外，为着要达到减碳目标，环保署嘛打算要推动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法的修法。年底4大公投，执政党全面竞争。会知影环保署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立委所卡费集期，即马有不少讲法宣称，使用核电会当减少空污含碳排放，不过却无顾使用核电无法度处理核废料的问题。问环保署长张子敬，敢会当将核电看作是绿电呢？核电是绿电吗？我想它应该不能被视为绿电。在国际能源总署有关整个减碳的路径里面，其实能源的部分主要是以再生能源跟 CCUS， 也就是碳的捕捉、利用跟储存来达到。苏卡辉委员引用原能会的数据，指出重新启动核试，就要10年开800亿的预算，要求环保署应当提出更较好的论述，避免民众误解。若国内减碳大业，环保署近期推出温管法修正草案，明确订定2050达成净零排放。不过，立委洪新涵指出，目前架构由行政院永续发展委员会担任下部会协调指挥工作，实在无符合期待。离大家期待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气候政策，甚至有在很多未来新能源的协调工作上面，作为一个协调跟指挥上面，其实我说实话，以现有的编制状况，我认为都还差了一段。若修法敢会当达成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环保署长张子敬会前接受访问时表示，这是复杂的问题。牵涉到能源的供给、转业转型，还有2030了后，敢有新技术开发，拢会影响减碳的成果。无正面回应，敢会当达成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要减少接触，大家拢会伫网络买物件。根据统计，到9月底已经连续19个月，网络平台拢是正成长。即马有网络平台甲企业建商合作，推出1块银就当起标建案，要抢31个商机。央行最近3届选择性信用管制压差房，不过房市也是真烧热，价格量拢起。真出名的电商平台也看好房市，甲不动产业者合作，杀出1块起标的建案，要抢31商机，吸引不少民众特别去看预售建案。自备款大概有200万左右，看看是不是能够看到我心仪的房子。事实上，客户现在标到后，事实上是得到一个来现场参观的一个议价权。房产业者强调，今年房市真烧热，网购各项相强联手，伊个房价会继续起。过去10年以来，台湾的房地产的这个市场鲜少这个有遇到的经济成长率这么高的哦，尤其是带动整个房地产，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的看好这个房价大概都有5到8%的这个涨幅。双11特别来啊，
网购业者准备杀出各种优惠抢商机。根据经济部统计，今年截至9月，电商平台已经连续19个月正成长，佮加上今年还有5月更投入，不少实体批发、零售业者也甲电商平台合作，9月也将结3连乌，有料变淡。其实我们这边有蛮多线下业者来这边开店，我们有提供像是手续费的减免、广告费的折扣，帮助到更多线下的商家或品牌转型到线上。实体通路加速数位化转型。整合线顶甲线卡，这届建商也杀出线顶看厝，甚至1块竞标，得标上100万的购物金来吸引买去。不过最近房价一直起，房产专家是讲，现阶段新生屋是卖价市场，价钱有较悬，无法度抬价。建议家己要住的人会当看中古厝，加看加比价。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慰安妇基地博物馆阿嬷岛，因为疫情债务，伫去年11月份暂时休困。经过每一冬的打拼，阿嬷岛即马对原地的迪化街刷到台北市的承德路，要重新开始，嘛要继续注心人权教育。不照相改，现在这个教授的观念我认不出来了，就叫我这帮大家进家煮饭，这样我就不人骗去。听阿嬷的声，讲出当年互人骗去做慰安妇的基地。顶色参徛街小巷的展览区内底有阿嬷的相片，这是关注慰安妇基地博物馆阿嬷岛。过去因为疫情也有债务困难，阿嬷岛离开伫大场店的旧馆，即马刷来到台北承德路的新馆。因为过去可能大家在参观旧馆的时候，就是以比较文物的部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走过去就看过去了，所以透过了声音的表达，展场里面会有很多的声音，阿嬷的声音，然后透过了聆听之后，再来静下心来想想看，我们如果是他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特别展览区即阵展出Me Too先行者主题。有家属讲，这个阿嬷1990年代就开始甲妇援会合作，出面开记者会接受访问，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等等。那 Me Too 是在2006年开始的嘛？那到2017年的时候，好莱坞才又发动了这个比较大的运动。那其实阿嬷在1992年的时候就站出来。阿嬷岛即马是试营运期间，10月27到11月25，早是10点到下晡5点会使参观。有家属讲，11月26正式开播了后，会有济推广活动。望阿嬷岛会使加做人权教育的基地，不过因为财源的困难，需要大众的支持。记者郭文陈派文台北报道。镜头来屏东，屏东有一个艺术家名号做电机液，定去海边啊，捡水流茶甲废弃物，互本色变黄金，变做艺术品。最近，伊甲附近的国校合作，做伙咧推广海洋教育，要宣传环保的理念。这道保利达的竿啊，互人学袂当的酒竿啊，海边的废弃物艺术家电机液是笑讲，这实在是真好用，毋但会当做酒杯，也会使变艺术盆栽。这就足好用的，这甲挂掉，敢若是铁挂掉细细的，咱就当做一个酒杯啊，嘛会当做高脚杯，足好用的。电机液真认真咧推广环保的理念，伊定结合社区做伙清洁海沙堡，佮甲海边的废弃物摕来做艺术品。你看规片的海边啊，这海边拢总是一寡茶啦，啊若无就酒竿啊啦、塑胶啦，里里扣扣的所有粪扫人讲海漂就全部拢为这个海边啊起来啦。周边学校海边国小知影电机液的创作理念了后，特别和伊联络，希望伊甲环保的理念传入去校园。海滨国小就在东港，我们附近的镇海公园是我们经常会透过各种活动我们会邀集全校师生以及社区跟志工，我们来做净滩的工作。透过这个活动，落实海洋垃圾减量的观念，也把废弃物变成环保的艺术品，把海洋教育文化各有理念传入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婚林的传统工艺师柯铁安做剪染甲胶纸真出名。为了要传承表红啊这款技术，河北科技大学是邀请伊去学校办个人展览。北山阁有伫北界一尊做甲真有路的庙红啊，为庙师顶头跳倒来伫艺术中心展出。这是婚林的国宝级工艺师柯铁安伫咧河北科技大学开办的剪染胶纸个人创作展。工艺实在认真讲，实在食甲就学甲老。我到70外岁咯，才来办这个展是安怎？
就是讲咱讲咧，我这检验的会当大家了解，和学生来看，讲我这个检验到底是怎么做法。 74岁柯德安做检验甲交趾已经1家子，精彩手艺伫咧中南部真侪出名的庙寺拢看会到。前一阵佫甲北港的各大艺师做伙办展览，即马佫和湖北科技大学来合作，继续推广传统工艺。从宫庙上面能够把它转移到我们的这个艺术中心，湖北科技大学的艺术中心来做展览，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除了专业的知识的学习以外，能够体会到传统艺术的美。县府嘛特别颁发文化艺术的贡献奖，感谢柯德安尽心尽力来保存传统工艺，让庙寺的文化甲艺术用新的形式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人人都会当做梦情的时代，和尚嘛同款。伫泰国最近就有2个和尚利用面册直播讲佛法，请济买将，一届拢超过有200万人在看。即马嘛算是正红的梦情，也过佛教界是批评因不三不四、无大财、无正经。 就来摕道具对着镜头，哪讲哪做动作，也阁一直笑。这2位僧人瓦拉万诺加塔拉普托是泰国最近正红的网红，因逐日拜五暗伫 FB 开直播，用简单容易了解又阁淡薄变笑的方式讲解佛法。แต่มายังถือว่าธรรมะของพระเจ้าไม่เอาแต่ว่ารูปแบบอ่ะมันเอามาก คือวิธีการของคนที่จะเอาธรรมะไปสื่อสารกับคนมันไม่ได้แต่คุณไปยึดรูปแบบมากเทศต้องขึ้นเทศนั่งสงบก็ได้กับคนกลุ่มหนึ่งก็คนสูงอายุไปแล้วถามว่าศาสนามันจะอยู่กับใครล่ะมันอยู่กับคนรุ่นก่อนได้รุ่นเดียวเหรอไม่คนรุ่นก่อนสุดท้ายก็จะล้มหายตายจากไปแล้วถ้าเราไม่เอาดึงคนรุ่นใหม่ไว้ต่อไปศาสนาจะอยู่กับใครศาสนาก็จะถูกละทิ้งถูกทอดทิ้งแต่มาไม่อยาก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น 因一开始是因为泰国的寺庙最近定定发生洗钱、毒品加性丑闻的案件，失去真侪信徒，才想到要开直播。无想到讲效果真好，最近几礼拜一开直播，几分钟内就几60万人伫咧看，上最时阵有到200万人。瓦拉万诺的 fans 伫一个月期内增加800%，到250万。I would say that watching their lives is, I would say, adding some positive feeling, as at least a little bit of positivity in my day, and that really what we need during, the pandemic. 2个人伫咧直播时阵，会即时回答网友的问题，甲传统单向式的讲道模式真无共款，真受少年人欢迎。不过有一寡佛教界人士认为，若讲佛法若变笑，真无庄严。国会宗教委员会教会也传唤2个人，要求减少官商吵架不当行为。 就将用新的流行方式讲解佛法，伫咧泰国社会依然有争议。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下半部天气变化3款，咱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是20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今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